高齡97歲了，仍在畫畫。素人畫家羅雙阿嬤在85歲這年拿起畫筆，開始創作之路。憑借着天分與熱情，無師自通，畫出一幅幅色彩溫暖、充滿生命力的作品。為了支持母親創作，家人甚至都會訂購國外稀有花材做靈感來源。我開始是攏畫花啦，開始了。那花那冷去吼，用早間就看要走去買，我過會甲挑講，就愛買較新的、無共的花，互我畫安尼啦。後來是即個大漢早間吼，伊有哪去復習呢？底下咧聽經的人啦吼，就我講。媽媽，你畫一寡互相看賣安尼。羅雙阿嬤作品題材豐富，包括花卉、水果、盆栽或生活器物。常年茹素念佛的她，也經常臨摹佛像畫冊，將內心的平靜與信仰融入畫作之中。創作至今累積70多件作品，其中90%以上都被收藏。這回更與藝術家兒子曾英棟辦母子聯展，歲華如共，一口氣展出50多件作品。歡喜，但是也不要有壓力啦。所以，因為他畫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靜物的花，那我想，我這次準備的一些作品，它也是接近花啦、植物來跟它對應。其實做這些事情，其實不是要凸顯媽媽畫的多好，只是讓她高興啦。她高興，我們大家都高興。我已經是第三屆來看羅全阿嬤伊的畫作，逐屆看到伊的畫作，感覺講人若要保持少年，上較好的活動就是畫圖。曾英棟說，母親個性認真，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再進步，因此畫面色彩總是乾淨而夢幻。對於美，始終有着高度堅持。適逢母親節月份，展覽所得將捐給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作為公益用途，期盼透過藝術傳遞善意與祝福。記者收懷台的報道。